2708？唔啱， 8885？錯，我知啦，8424。錯晒。等我嚟啦。萊安娜，仲有呢？焦甜黑美人168，黃玉2.2K。啱晒，入嚟啦。處長、議員，你哋好啊！歡迎嚟到咧我哋有機西瓜優先試食場，台上面都係今年最當造嘅西瓜。哇，咁多款西瓜喺度，正喎！呢啲都係我啱啱收割嘅西瓜，好新鮮㗎，你哋試下啦。我知道咧，呢啲都係處方今年推介嘅品種嚟嘅喎，有黃玉啦、黛安娜啦、2.2K 啦，同埋超甜黑美人168啊，有紅玉有黃玉，處長我哋點揀好啊 Why not both？紅玉、黃玉，我哋兩款都食晒佢啦。紅玉同黃玉，哇，都真係好甜。好甜喎！呢幾款西瓜都細細個，好適合小家庭一家大細食啊！ 2.2K 咧係舊年新推出嘅品種，佢嘅獨特之處咧就係皮薄餡靚，香港最正。處長，使唔需要俾把尺你度一度試下？好啊！其實唔使度都睇得出啦，比一般西瓜嘅皮薄好多啦。運輸嘅過程咧就更容易損壞同裂啦，所以市面上皮薄嘅西瓜品種咧係比較少嘅。而2.2K 就發揮到本地種植同農場到餐桌嘅優勢。其實啲西瓜咁容易裂，點可以做到又甜又有口感啊？落去西瓜田度睇下啦。好啊！種植西瓜呢個環境咧需要咧充足嘅太陽，不過佢可以曬，但唔可以浸，所以咧我哋咧就要整個防雨棚咧俾佢遮風擋雨，咁樣西瓜嘅根部咧就冇咁容易浸壞，減少佢裂果，同埋咧控制個水分，個瓜會甜度高啲。係啊，冇錯啊！種植優質嘅農產品咧，其實就一定有啲技術方面嘅支援嘅。所以漁護署農業持續發展基金下嘅農場改善計劃，會為農友設置呢啲保護設施提供資助，同時亦透過講座同探訪農場提供支援。另外，我哋亦獲得國家嘅農業研究單位提供技術支援，引入新嘅品種同埋唔同嘅栽培方式。剛剛提及嘅2.2K 咧，就係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研發嘅品種之一。講咗咁耐 ，Amy，不如你教我哋點樣揀靚嘅西瓜？好啊，嗱，好簡單嘅，你拋下個西瓜，聽到佢清脆嘅聲音嘅時間咧，咁個西瓜咧就越甜啦。咁除咗呢個之外咧，咁另下底部咧，佢個蹄下邊嗰個位置咧越細咧，就代表個皮就越薄啦，就越甜嘅。哇！真係要有 Amy 你咁好經驗先分到喎。都唔係嘅，而家好方便嘅。嗱，我咧有一個咧糖度計，咁咧我哋一開咗糖度計之後咧，咁咧就一度咧就知道咧佢個糖度有幾多，咁就會方便好多咯。試俾你睇下，貼埋呢個糖度標籤，個瓜有幾甜，一睇就知啦，方便市民選購。喺漁護署每年舉辦嘅本地有機西瓜節都會見到。我哋希望透過舉辦西瓜節，為農友提供更多直接銷售農產品嘅渠道，將本地優質嘅農產品推介俾市民。Amy 啊，喺嚟緊嘅本地有機西瓜節係咪會買到你啲靚西瓜啊？梗係啦，嚟緊呢2-3個月咧都係西瓜嘅當造期，大家仲可以喺各大嘅農墟買得到，亦可以透過本地魚菜直送手機應用程式同埋網站訂購。想食本地有機西瓜，就要多多支持1年1度嘅本地有機西瓜節啦！揀咗個靚西瓜都要諗下點樣切嘅。我有一個飲食界成日用嘅切法，包保大人細路都中意嘅。咁樣一條條食叉都唔使用，好方便喎。